敬拜，请走吧。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在。我要在伫你欢喜快乐，至悬的啊，我要学乐你的名。咱来吟圣诗161首，耶稣宝贵的名。好，请起立。圣诗161首。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
其实今仔日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操阮的一切，着救阮脱离歹。天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相承。我将耶稣的圣经来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两个人来受苦，变死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地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好，请坐。启应文第5篇。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嘴唱出来。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关系。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啊！人算啥物？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这声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咱三更鸭头来祈祷。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你创造天的万物，但是你要有缘听阮众人，看顾逐人家己的需要。阮身边阁有真济还未认捌你的人，求主来怜悯，然后较济的人会当认捌你。阮特别为着南门教会70周年的活动来祈祷，求你用遮个活动，互阮每一个会友会当阁一届来思考南门教会对开拓到即马处理所受事的问题，甲祝福。主啊，嘛，互阮会当阁一届领受你要互阮的使命，阁异常，互阮知影安怎继续南门教会的使命，互阮身边阁较济的人嘛有机会会当认捌主你的听。阮将今仔日礼拜交伫你的手中，咱的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学乐请献歌队，因要学乐的歌是着感谢。
感谢献歌队，足水的歌声。大家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第1节，耶稣讲互百姓听的话，拢明白，像日加百农。有一个百种所对中的萝卜犯着病，特别是百种听见耶稣的事，就找犹太的长老几人人，求伊来救伊的萝卜。因就问耶稣，切求伊讲，即人袂堪得你家己行即个代志，因为伊疼咱的百姓，搁要本心替咱去回堂。耶稣甲因去，离厝无偌远，百种找几人的朋友就问伊，甲伊讲。主啊，毋通劳烦你到我的厝，我转袂起。我也掠做家己袂堪得，就问你。你若讲一句话，我的奴仆就会好。因为我也是互人管的人，也有兵互我管。甲即个讲去，伊就去；甲迄个讲来，伊就来。甲我的奴仆讲行安尼，伊就行安尼。耶稣听见伊遮的话，就奇怪伊。我倒身甲对伊的众人讲：我甲恁讲，亲像即号的信，连以色列中我也袂捌拄着。所找的人倒去到厝，看见萝卜已经好好。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行出来的人。正道，请张宣信牧师。耶稣就奇怪伊，台语的翻译，用中文来翻译，大概会通讲耶稣嘛感觉非常的惊讶吼，所以今日题目是，互耶稣也感觉真惊奇。要讲这以前，我先讲，互我感觉真惊奇的事，就是咱真感谢。为了庆祝70周年，咱有发起手抄圣经的活动。咱伫2月底3月初，咱已经甲所有的即个资料，大家写稿来拢整理好势，来交到圣经公会。所以甲统计，包括咱主流的小朋友，咱有参加的人，拢总149个已经交去互圣经公会，因开始。即个月，甲咱扫描，将来咱就通云端，逐个人会通去看别人写的圣经，你要读圣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云端去读即个咱每一人所写的即个抄写的圣经。咱当时分做85份吼，85份有的人叫因竞赛啦，逐个安尼一直参加落去吼，所以拢总有149个人来参加。头前遐有一个方明路。什么人有参与？你写第几章？以赛亚第几章？几节到几节？名拢写伫悬顶吼。大概收起来甲整理起来，较厚的迄个就是旧约啦吼。较少迄个就是新约。所以拢有千外页吼，搞起来。所以将来会非常的大本吼，装订起来会非常的大本手抄圣经。我感觉真。奇妙的就是，逐个字哪拢遐水吼，迄逐个人安尼写吼，拢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水。有人甲我讲，我敢若写一面安尼，可能爱1.5钟、2点钟，因为我想咱有电脑了后，真少人也别咧写啦吼。足久毋捌写，嘛要遐专心，拢惊讲抄毋着去等等。咱开始伫迄个所在安尼真注意，所以你就会通注意想讲，当时圣经也无印刷术的时阵，抄圣经的人因是偌尔用心。我相信咱迄个经验就是，这是上帝的话，我一定爱毋通写毋对。所以有时咱一个字吼，久无写，袂记你讲这是3点还是2点。咱有诶。为兄弟姊妹真甘心哦，因为马上去电脑去查，然后甲放大讲，这是3点，
就1点，嫌1点一画伊都毋敢甲写毋对去。我感觉非常的甘心，就是咱嘛一个姊妹吼，超2礼拜拢来办公室上班，也伊抄2份啦吼，抄2份的即个圣经，我写甲呢腰酸背痛，大家拢做伙啊吼，写甲非常的，这方面也是真快乐啦吼，也真迄落嘛有人规份写了了，家己无满意吼，搁定写一间，哇，即个实在是真无简单。我感觉真 surprise 就是，你看这图啊，当然咱是无一定爱画图啦吼，总是有人本着的图吼，伊遮认真家描写甲遮尔水安尼，实在是真，互咱感觉将来咱倒转来时有机会4月初9，咱庆祝70周年的时阵，咱来呈现逐个人同心合意所完成的即个上帝话语，毋是干写日纸，嘛刻伫咱的心内。咱真感谢即个代志已经即马交互圣经公会。毋望4月初9，即个庆祝70周年的时阵，咱会通甲规本的圣经，逐个手写、用心写来呈现伫即个所在。即个代志，多谢咱逐个会参与。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至圣的爸，阮感谢你是亲像圣歌伫所吟诗的，着感谢。阮今仔日伫即个春天遮尔水的天气，阮也看见各种的花伫春天绿树开甲遐尔水，阮真正用感谢、用懊恼进入你的殿院。上帝，你的创造，互阮遐尔惊奇、遐尔惊讶，互阮会通享受，正如诗人所讲的，比较着上帝你创造的美丽，阮看见阮家己，阮会想讲，我算什么？你竟然安尼好款待我，互我即个五官通好来欣赏，互我听见水的音乐，互我看见一切你奇妙的所做。互阮会通伫阮的人生的中间，拄着遐尼侪好的人来扶持、来帮赞、来接纳、来包容、来赦免阮。主啊，阮算什么？你竟然安尼顾念阮。主，阮为着你的所做，感觉真惊讶，感觉非常的感谢。今仔日，阮伫即个所在，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主耶稣基督。至圣的上帝，你嘛会因为人的信心甲行动来感觉真惊奇，来互你感觉真惊喜。主啊，恳求你通过即个人有限的对真理的了解，甲言语的传达，上帝你奥妙的真理，甲你通过圣神，今仔日要对阮每一人分别来启示的真理，伫即个会中。来运行，互阮的心成做一个好好的田园，好好的土地。当福音的种子落伫阮的心田的时，阮就会通不厌结实人正百倍来荣光主，互阮的生命搁较丰盛，搁较互上帝名甲阮周围的人，因为阮的存在来得到利益。主啊，阮要做一个互上帝也感觉真奇怪、真惊讶、真惊喜的人，愿主你临在伫阮中间，帮助阮搁较明白你早时所行即个信念，对伫今仔日的阮要启示的真理。阮来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想咱拢亲像祈祷内底所讲，咱会通去欣赏即个美丽的世界，你会有时会感觉足惊奇、足欢喜。你想会到讲，迄沙无空含无水的地，迄仙人掌无定定开，总是开出来花，迄个色彩迄种的美丽，无言语通好形容。咱看见山，咱看见湖水。咱去到看见夕阳，人家的时阵，我走去淡水，哇！伫淡水老街边仔遐，哇，一群人就是咧等要看夕阳，非常的水，非常的，互咱感觉真奇妙。
所以咱头先所读的启应文，伊就是安尼讲，大概咱若到大自然的中间，到一个美丽的所在，咱今仔最近开始各种花季，为樱花季了，即摆玫瑰花展等等，咱去欣赏上帝手所做的，咱看见月甲星，咱看见这一切的奇妙，上帝你的奥妙，你的创作是遐尼神奇，遐尼互阮心灵得到迄个满足。咱的耳孔听见人即个音乐、声音等等，咱会因为上帝创作，会感觉非常的感激非常的神奇。人对上帝作为嘛，会感觉真奇妙啦吼。特别毋捌经验过的代志，你若去经验的时，你会感觉为什么上帝能力到即个程度？特别是主要所在世间的时阵，咱若看几个圣经赞吼，伊讲正人看见就惊，归荣光互上帝，就是用即号权互人。这是主要所依好一个变随的正人反映讲即个人明明伫阮的面前，伊死的朋友，甲伊送来到主的面前的时，本来是倒咧，总是一瞬间，迄种的权柄，上帝迄个权柄，竟然互主耶稣基督，就伫阮的目睭前看见即个马上的神力。所以共款，正人拢戆赢吼。耶稣不管伫世间的日子，伊做甚物款的神力的时，咱台话即马可能说社会无人咧讲戆赢啦吼，戆赢。我想无搁较好诶话，戆赢就是被惊呆了。看着哪有即种诶代志？看见迄个贵妇诶得到医治，伊讲正人拢戆赢。所以这嘛是共款安尼，马可嘛是，即个朋友带来，伊伫正人诶面前好起来，毋若甲伊倒毋知几年诶迄坡甲伊掠起来，伫因诶面前行出去。所以正人拢戆赢，怎么会有这个事？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因一方面归荣光伫上帝，因一方面现在讲，阮毋捌看见即种诶代志发生伫我诶目睭前。所以人对上帝作为会感觉真惊奇。我看主要是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要准备讲道的时阵，会感觉人的言语甲迄个文字有时就无法度通完全去表达当时在场的人迄种心内真正迄种的反应，所以人的言语会受到限制。亲像马太9章第80讲，正人看见就惊，惊若咱对你的了解就足害怕，足害怕。毋过我想，即个应该毋是即种的害怕，因看见即个神力，一方面归荣光伫上帝，一方面伫迄个所在怀疑讲，为什么即个人有上帝予伊迄种的权柄，所以又惊讶又觉得困惑，感觉是安那？上帝，即个人有上帝予伊的即种权，即个戆赢所以迄个戆赢，毋是干那害怕嘛，毋是干那惊奇惊讶，有足侪迄个即侪情绪，所以咱去想象迄个画面，就是有时咱的文字甲语言无法度通表达。当场遐个人，因迄种真正心内的，所以我讲我惊就惊，我想惊绝对不是只有害怕，却感觉讲，怎么会有这个事？因迄种的惊讶、惊呆了，有点被吓到，是讲真惊奇哪有世间哪有这个代志？我就目睭前安尼看，所以我半信半疑。我想咱嘛看人咧魔术表演，你有时嘛即种的感觉。明明我目睭一直咧看，讲为什么破绽无？我哪有法度通真正凭空就消失？真正有这种的能力，他怎么做到的？咱会感觉真惊奇，有时给咱讲惊喜。我无拍算的，忽然间有一个 surprise， 有一个真欢喜又惊又没料到的喜悦。迄个忽然间发生的代志，咱心内无准备，
有好诶，迄惊喜，啊嘛有迄个惊吓到，所以人迄个情绪，有时毋是真简单一个字，也是语言会通完全表达，伊中间富含着足侪咱心灵诶状态。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即个人有迄种诶观点？我想，咱对上帝有即种，人对人嘛有即种诶争气。亲像伫使徒行传这第8章讲，伫撒玛利亚有一个人叫西门吼，真正会行邪术，所以互即个地区撒玛利亚诶百姓拢感觉真争气，伊用行这代志的时阵，你会感觉有人是毋是真正有超能力？有时我咧看报纸，有时咧看新闻报道，讲啥物？就是印度神童预言怎么样又各几个人都真正就发生等等迄个能力会互咱感觉又惊又气。迄天我咧看新闻咧讲，有个人迄个软骨功吼。伊个真正软骨功，咱骨头拢定翘翘，拢后袂来。人迄软骨功安尼，一个人安尼，钱大一个安尼小小的空间，你会感觉，即种的能力，互咱真惊奇。是，上帝创造咱拢无共款的能力等等。所以阁一项代志会互咱感觉真想袂到，就是即个人哪会变遐济？即个人哪会变遐济？保罗就捌互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怀着戒心，讲听起来人拢真感觉，敢有影是安尼？因为即个人伫耶路撒冷遐尔残害、迫害基督徒，今仔日伊反倒转来甲阮讲，伊甲伫大马色的路中拄着主耶稣，伊即摆诚做，甚至比咱搁较热心的基督徒去咧传主耶稣基督福音。因无法度通接受，一下子无法度通去接受即种的事实，所以有时咱嘛会，互咱已经僵化的概念对人即个人我想就是安尼，伊会改变，有时无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甲接纳，咱会感觉真惊讶。今仔要讲就是讲，咱会对人对上帝创造总是。上帝敢会因为人的心思行动会感觉惊讶？这有一点神学上的，咱讲逆理啦吼，逆理。可能有人礼拜说讲牧师，咱毋是讲上帝是万权能，逐项代志拢知影，逐项代志拢伫伊的掌管的内底。伊哪有迄个 supply 的代志？伊都一定知影，我安尼迄个人一定安尼反应。神学问题，我老实讲，上帝观念我无法度通甲大家回答。然后我个人对上帝全知全能迄种的了解，就是伊伫迄种的官兵下面，伫人的自由意志内底，上帝伊限制家己对这项代志的影响力。伊互咱自由意志，这项代志我安尼做，你要安怎反应？伫你的自由意志内底，我无清楚，我无了解，你会安怎反应？耶稣要受出卖，伊2、3摆甲犹大甲伊讲，我知影恁中间有人会出卖我。伊佫讲，魔鬼入你的心，你莫去做这样代志。所以犹大还是去做了。所以迄个中间有那一种上帝限制伊的能力甲伊的全知啦。这样代志我就交代你，家己做一个有上帝灵的自由意志的人，你家己去选择要安怎对这样代志的反应。所以，这个罗马的8种百夫长，伊伫这样代志观点的反应，甚至乎耶稣也感觉讲奇怪伊。竟然一个外邦人毋捌上帝的人，伊对上帝的了解，比遐犹太人搁较深刻。这个互伊感觉非常的奇妙。伊讲，伫以色列人中间，我毋捌看见即种的信心。
意思讲，伫基督徒的中间，恁都无即种对上帝全能的信心，对迄个权柄的了解。但今仔我伫一个外邦人身上看见，互我感觉非常的惊讶，互我感觉非常的奇怪，互我感觉真惊喜。我想今仔咱要讲的即个主角是一个外邦人啊，伊是一个互耶稣感觉 surprise 的人。啊，咱知影北总咱电影看真侪啊，北总大概着管100个罗马军团内底基层的军官啊，通常啊，伊有相当的权柄，特别伫殖民地的所在，是罗马派驻到犹太啊，伫迄个所在的驻军啊，所以咱看这样代志的发生是伫一个真小细的所在，算是主耶稣基督伊传道事工一个真重要的重心。咱若看见罗马真兴盛的时阵吼。伊实在是管到伦敦这边，法国啊，耶路撒冷是伫这边遮尔啊，北非的这一个大部分啊，伊管遮尔侪所在是用靠伊的法律、伊的武力啊、伊的军团等等，所以啊，这个代志发生伫啊加利利，咱知影以前地图真容易看，就是较大的这个蓝色的，就是死海嘛吼。死海拢无生物，啊无啥物，啊，即个加利利是上重要，为约旦河入来加利利海。耶稣诶，今仔日发生诶所在是加百隆伫即个所在吼。啊，虽然耶稣是伫拿撒勒出世，总是咱会通读福音书知影，上主要伊传道诶中心、活动诶中心就是伫加百隆。啊，因为迄个加利利是一个淡水湖，所以有足侪渔业的活动啊，环绕伫即个真有生气的即个加利利湖周围30几个小乡镇内底，加百隆算是一个真重要的城市。啊，伊的耶稣的传道生涯会用遮做中心，可能甲彼得也有关系。你今日若去即个游览，人会带你去讲啊，这是以前彼得，当然咱毋知影，迄是真诶啊假的。彼得因兜以前就伫即个所在。伊的丈母破病，耶稣去甲伊医好，所以加百隆是彼得故乡啊，伊传道生涯一个中心。他怎咧讲？有4个朋友，甲一个变衰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迄样代志嘛是发生伫加百隆。所以加百隆咱知影，加百隆是一个啊，可能伫当时也是算商业富裕的相当发达的一个所在。可能有人想讲，为什么这个所在会互罗马无驻伫啊？耶路撒冷当然有兵伫迄个所在，所以这个加百隆是一个偏僻的所在，为什么会有兵种伫遐？啊，我看迄资料是讲，因为咱有一句话讲，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吼。罗马要管治帝国，伊真重要，就是伊的法律、伊的军队、甲伊的交通的方便，会通马上到。所以迄个啊，讲伫即个罗马人咧修筑的道路中间，啊，加百隆是其中的一个点，啊，迄个点因需要有兵啊驻在伫迄个所在。我想，若对罗马政府来讲，即个贝总应该是加百隆所在一个最高的行政长官啊，吼，应该是伫犹太人为主的即个加百隆伫迄个所在做一个统治者来统治即个所在。所以今日你若去到遐啊，人会带你去看加百隆即个因的会堂，吼，犹太人的会堂啊，耶稣捌伫遐讲道啦，等等啊，这是彼得的厝啦，这是甚物所在？耶稣活动的中心伫即个所在。咱咧看这样代志有牵涉到几个人，第一个就是咱看这个圣经讲有一个贝总啊，台湾话叫贝总，中文就百夫长啦吼，管100个军官。伊的老婆破病特别死，到弥留的阶段，贝总听见耶稣的事，哦，伊地方发生的事，伊可能拢爱小可注意者。伊可能若照即个圣经甲咱看，伊毋捌见过耶稣，伊嘛毋是真了解，总是伊听见耶稣的事。当即个老婆伊真对重，伊真重视。啊，破病要死的时阵，
我想伊有很多资源啊，照伊的地位甲权力啊，请侪人来帮衬这个萝卜，看伊总是到最后没有办法，伊就想讲耶稣是不是最后的希望？所以伊就来拜托犹太长老，因为伊知影，这犹太人对外邦人，特别是对罗马的军人没有好印象，是毋是？家己安尼咧想，所以伊就找犹太长老几若人，你替我去甲耶稣求情。伊大可以命令，他大可以用伊的权力来做这个代志，总是伊所做的就是拜托人来替我说情，我需要耶稣的帮助。所以咱会看见这个中间，包括种族的问题、阶级的问题、官兵的问题，一个高高在上、殖民地的统治者。我想咱经过所谓日本时代，咱拢知影讲日本警察什么趾高气扬对伫台湾人迄种的经验，这个罗马的兵种伫迄个所在，毋是即种的人。然后伊毋是为着家己的代志，伊是为着伊对中，伊真疼这个萝卜，伊真爱萝卜。讲起来较好听，随时用检测是一个奴隶伫当时，一个服侍，毋知这个奴隶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毋知影。总是一个随时可以丢掉、变卖的一个财产，是一个人。然后咱看伊找的是几个犹太社区的长老，这地方的头人知影较了解这个人来拜托，然后也佫耶稣。这个主耶稣是伊敢若捌听过耶稣的事，毋捌见过面的人。所以我想咱对整个短圣经的记载，通看见社区对被众有很高的评价啦吼。这个长老就问耶稣，就甲耶稣讲：这个人会堪得。别人莫讲啦，这个外邦人，这个统治者会堪得你替伊做这项代志，去甲看卖，看有多人帮衬伊袂？因为伊疼咱的百姓，伊佫本身替咱起会堂。几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讲，这个统治者是真尊重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信仰，伊真疼，真照顾这个百姓，伊得到这个社区的人肯定甲学乐，会堪得是最近我常常去想到的一句话，咱会堪得袂？咱会堪得到上帝的祝福袂？有时会想讲，我敢会堪得到别人对我遮尔好的款待？我敢会堪得称呼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真正的萝卜，会堪得袂？这个长老对耶稣，对这个被众的评价讲，这个人会堪得，会堪得咱为着伊牺牲，会堪得咱为着伊做这个代志。所以伊会堪得耶稣，你就跑一趟嘛。你替伊去做这个代志，伊会堪得。所以咱人看这被众，伊会听，伫迄个社区，嘛伫即个伊的萝卜的身上，伊对伊非常的关心爱护，想尽办法毋望即个萝卜会通得到医治。搁落去咱看见这个代志，毋是耶稣二话不说啦吼。你讲，既然你安尼讲，耶稣就甲因做伙去。总是毋知影这个被众安怎得到消息，讲耶稣要来厝里来帮衬这个萝卜所以离厝无偌远，已经得要到迄个被众因兜被众忽然间找几啊伊的朋友讲，赶紧去甲阻止，甲伊讲主毋通劳烦啦，我转袂去，你即种的身份，你即种的地位来到阮兜，我转袂去。后来伊讲，我嘛感觉我甚至甲你见面都担当不起。所以这个代志，互耶稣非常的惊讶。我担袂起你大驾光临伫阮的家庭。今仔忽然间一个有地位的人，讲要来恁兜，你会感觉讲毋敢劳驾你来
今日蔡英文也是好，还是拜登讲，今仔我要来恁兜，互咱皮皮喘，我承担不起迄种的眼光，太过头的眼光，所以耶稣请你留步。咱去想想，当地上悬的行政所长，有即种身份地位的人，对一个敢若捌听过伊的名的人，竟然谦卑到即个程度。所以伫遮个故事的中间，你会通去想象，即个百种听过耶稣，所以伊对耶稣伊家己心内有一个定见，已经有一个知影讲，即个毋是我会堪得甲伊见面的人。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是一个迄个权柄比我即个百种在加几万倍迄种万王的王，既然要来到阮兜，伊有甲遮以色列人无共款的了解。更较重要就是伊家己有权柄，所以伊知影迄个权柄的困难，所以伊继续托伊的朋友甲耶稣传达的话讲，即个八种嘛，家己掠做袂堪你就近你，是我应该亲身来甲你邀请来阮兜，还是我亲身来甲你讲？就是我实在是没有那个资格，所以册的朋友点菜是偏偏是犹太人，你去甲耶稣甲伊挡，毋通来到阮兜。啊，我嘛相信，你毋免到阮兜，这项代志就能得到解决。你若讲一句话，我的路步就会得到好。因为我家己真知影权柄的力量、话语的力量。因为我是做兵的，我互人管，我是一个备总，总管顶有千夫长，啊有这军团的司令等等。啊，我下面管100个，有兵咧互我管，我甲即个讲去，伊就去；叫伊来就来。我叫伊讲你甲即个代志做好势，我的话、我的命令就要成就这项代志。行安尼就好，你行安尼。你一句话，你根本就毋免家己亲身来动手，即代志就要安尼行。我想这个代志已经显明，即个八种心内耶稣的地位就是全能的上帝。啊，伊的话语有迄个权柄，有迄个绝对的能力。今仔日耶稣奇怪，伊是因为伊感觉讲，我伫以色列百姓中间，我伫犹太人，恁敬畏上帝、认捌独一真的上帝，都毋捌看见有人有即种的信心。因为伊要甲咱讲，我伫基督徒的中间，也毋捌拄着亲像外邦人对上帝即种的谦卑、尊重，甲迄种的信心的肯定。上帝讲，我的话的确永远伫地。伊讲我嘴所讲的话，绝对无空空倒转来遮。我出去就是命令，迄项代志就要成。说立就立，就立定伫迄个所在，是要成我所欢喜，我要成就的代志，所要做的代志会通得到行通。耶稣听见即个话就奇怪，真 surprise。我相信是一个真惊喜啦，真惊喜。耶稣伫家己的百姓中间受拒绝，也受排斥，竟然伫一个外邦的统治者，这八种的身份，伊对耶稣有即种的认捌。即个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是讲话有权柄、有能力的。就我本讲，他就觉得很稀奇、惊讶 ，amazing at him。我感觉，我毋捌拄着即种的人。耶稣伫迄个所在感觉真惊奇。我想咱对即个故事内底很简单，毋过咱会通看见伊对人，一个伊无，伊对伊的属下，伊的即个仆人是遐尼疼，遐尼关心，毋望伊得到伊好。伊对伫伊所周围的人，虽然是应该是一个统治者，总是伊对因的认同、尊重、爱护、协助，没有种族歧视。咱中间有一寡外劳，有一寡无共款，敢咱共款种族的，无仗势欺人，讲我就是日本警察啦，我是统治者，没有滥用其权柄，却对权柄有全然的了解，
所以伫咱上帝安排真侪无共款人种、阶级、地位、文化，甲无共款宗教信仰的人伫咱的中间，迄种对人的疼，然后咱看伊对上帝迄种不做作的谦卑。我袂堪你来冤斗，我甚至袂堪你见你的面，迄种的恭敬甲敬畏，对主的权能裁调，无丝毫的信心，你讲就要安尼正。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做一个基督徒，咱做一个所谓的新的以色列人。耶稣讲：“我伫恁中间，都也毋捌看见有即种信心的，是对咱一个条件。对上帝话语，咱是毋是会通重新审视？伊的话的确要正，伊的能力、伊的权柄一定会成就。所以咱就会通伫迄个抄圣经的中间，你会通抄着上侪真侪的应允。伊毋若干那讲尔，伊甚至伫圣经内底甲你写出来讲，你若安尼，我就要成就。所以咱掠条上帝应允，特别伫咱70周年的时阵，伊邀请咱诗篇37篇讲，甲你的代志交托我，来我靠我要成全啊，我会成全。他毋是干那讲话尔，伊甚至用文字甲你写保证讲，你来交托我，我会成就。这个是你上帝互你的应允。我毋知你即摆拄着甚物款的问题，需要上帝帮助，是毋是咱对即个8种的神像看见上帝的迄个话语的权柄啊，伊的应允的确会正。关系伊要成就关系咱的事，伊的主爱永远伫咧。诗篇145篇，敬畏伊的上帝要成就咱的心愿。咱会亲像即个8种的信心，伊要听因的呼求来拯救因。所以，孩子们，咱今仔日做伙来学习即个所谓外邦人8种的信心，做一个对人有疼、有关心，对上帝有敬畏、有信心、有谦卑。对土地，伊是一个外来的政权，伫迄个所在，伊对迄个所在有情有义的人，这代志会互上帝感觉奇怪咱，伊会互上帝感觉真amazing。竟然你对我有即种的了解甲信心，咱就用即个圣经再来做今仔日咱的根据，咱做伙来读看。我是耶和华，是既有血气的上帝，在伫我，点有一项恶情的事嘛？耶利米32章27节，伊甲咱讲，咱即个有血气的，伊是咱的上帝，伊是耶和华。咱搁读一届，看，我是耶和华，是既有血气的上帝，在伫我，点有一项恶情的事嘛？上帝对咱提出这样的挑战，是上帝敢有恶情的事？咱做来祈祷。因为阮感谢你，通过8种一个拜夫长、一个罗马人、外邦人对主耶稣的认捌，伊对主迄种的谦卑、迄种的敬虔、迄种权柄的了解，主愿满心感谢你。通过伊，阮有真侪学习，嘛有真侪反省。帮助阮做一个亲像即个8种，不管阮的阶级地位，不管阮的权柄，不管阮是甚物款的身份伫世间，阮做一个对人大大细细有疼心、会关心的人，对上帝谦卑、敬畏，也完全会信靠顺服，以及对伫即个土地认同有情有义。做一个互上帝你感觉真争气的人，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互咱来吟圣诗594首，圣诗594首。主
请坐，我来奉献，请美心之书甲正雅之书。请起立来迎奉献的诗。报告，咱先请所伦之士来报告迄个70周年的衫的代志。各位兄弟平安。即摆70周年的纪念衫。由我石伯刚执事甲黄旭元弟兄负责。我有讨论啦，阮真无希望即个纪念衫纪念衫，大家早转去厝里，第一变困衫，第二做倒布，第三放伫橱仔内底拢唔摕出来。所以阮即摆选用 Uniqlo 的 T-shirt 做底，嘛会绣上咱教会的 logo， 有人问讲是安怎要用 Uniqlo？ 阮其实有比较过逐间的即个伊的产品，阮发现讲即个 Uniqlo 的用料、剪裁、设计真正是有用心嘛。伊一领至少要500箍，会当卖到全世界，实在是无简单。佮加上即摆特别设计的 logo 会当真做。独一无二的 Uniqlo 南门客制款，一领100箍。所以咱即马开放登记，一个人登记一领，一领就好啊。咱有3个颜色，米色、绿色、棕色，3个色2种版型，2种版型拢是纯棉制作，但是风格。触感是无共款，一种较柔软下身，适合女生；一种较大领、较粗、较穿起来较挺适合男生。但是穿起来拢真舒适，嘛无一定讲女生都一定爱买较柔软的下身的，你想要买较大领的，嘛是拢会使。重点就是讲这2礼拜伫楼骹。有样品，麻烦大家会后会当去楼骹望看卖，试穿看卖，先刷伫遐登记，原则上阮会制作500领，所以大家应该拢
希望大家拢会当至少有一领。我嘛会找一天吼，邀请大家斗阵穿出来吼，迄当阵一定足水的。吼，咱登记的时间吼2礼拜，吼，所以有登记的到时阵会当优先领取，吼先煞纳钱，吼有剩的则开放互无登记以及想要买较侪的兄弟来买，吼，咱的登记是线上，吼。所以，若是无确定讲有登记成功，会当问咱的干事思涵，吼。咱若是想要改，吼，看过想要改，吼，毋免找干事，你就重新登记一次就会使啊，吼。咱最后统计的时阵，吼，会以你最后一笔的资料为主，吼。搁提醒一摆，一人一领，货到付款，吼。若是袂晓线上登记，会后伫1楼有同工会甲你斗3工。以上，谢谢。早起应该足侪人一定伫楼骹有刺青啊吼，大家等一下会记哩。我继续报告。为着庆祝70周年，咱有举办足侪活动，遮个活动可能有算是100万啦。多谢上帝团契先为着这来奉献。若是其他的人兄弟有感动，嘛欢迎特别为着70周年的活动来奉献。庆祝70周年，嘛有举办网球比赛，甲桌球比赛。网球比赛是伫3月18号礼拜六下晡伫台大。后礼拜六佫会当练习。若是有想要报名的，也是要参加的，拢会当找着姓熊执事。桌球比赛是伫4月2号伫地下室，大家会当来教会练习。有啥物问题，会当找陈宝赛执事。4月2号伫礼拜的时阵，咱嘛会当有一个特别礼拜的少年信仰的前辈。若是兄弟有虽然有长辈已经过往的，但是以前拢有参加教会的活动，会当互交伊的资料，甲有相片互办公室。集体交通，咱特别恭喜群年，就是即礼拜六要结婚，伫教会。是礼拜六早时10点，嘛欢迎兄弟来大家因祝福管理。上年团契3月份的议会要伫3月19来召开，对邱美英姐来分享，请乡邻团契兄弟会当踊跃参加。磐石团契今仔日个礼拜时间有改吼。是对12点半要开始，要做鸡卵糕。后礼拜日有伫梅村要聚餐，若是要报名的，会当找会长。内底请大家家己看。咱来吟上映的是牧师。迄个磐石要聚餐是因为磐石设立20年啦吼。咱教会70年，磐石都设立20年，所以后礼拜要伫梅村聚餐。几个代志来小可提醒一下。为着70周年，咱即届网球甲桌球比赛吼，教育组特别做足侪奖牌吼，99.99%纯金的吼。咱有准备足侪迄个奖牌奖杯吼，请来好好来较量一下吼，所以即礼拜拜六2点，咱伫台大礼堂先练习，18迄天较侪人，特别年轻一代的吼，请做伙来，无啥要跑无要紧啦吼，以球会友咱就小可迄个大家叮当的吼，参加都有奖啦吼，有得奖的，佫有奖牌吼，即个请大家桌球比赛也是一样。第二项要特别
别来互大家了解，就是咱4月初2也拄着清明节。伫咱4月初970周年前迄个礼拜，今仔日有人咧甲我讲，阮爸爸妈妈暗捌来南门教会，我想是无要紧的，即届有一点小可 mix 去啊吼。咱毋是要去孝念遐为着南门教会有贡献的遮个信仰的前辈，咱是也要去孝念咱的士大人。亲像我的老爸甲南门教会可能无直接的关系，总伫即个清明节，伫即个过活节的时阵，我想要孝念伊。所以只要即马后代有人伫咱教会，拢欢迎你摕你想要孝念的人的相片、独照吼，莫用迄个家庭照吼，伊家己即个人的独照伊的出生的年甲死的年，生日不需要了吼，我们就可能要简单大家收集来。咱伫4月初2要去孝念咱所孝念的士大人也好，咱的朋友也好，等等。当然中间嘛会去孝念着70年来伫咱教会出入遮的人，所以毋是干捌伫南门教会聚会伊才来咱要孝念遮，咱是伫即马，逐个人伫清明节、过活节时阵孝念咱遮的人来纪念因留互咱的恩典吼。所以到16搁2礼拜，你若会当用咱传来互思涵。牧师拢无要紧，也是用 email， 也是讲你实体就摕一个相片，思涵伫遮会帮助你甲 scan 过吼。所以留下一些他的名字甲迄落咱伫4月初2晚迄天，咱来孝念遮信仰的前辈甲大家补充者。好，咱来念上用的诗，圣诗520首。请起立。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得的，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